这个中华河米进前才有生叶的三兄弟啊，长期腰不到3/8皮包骨，其中这个大兄佫因为营养不良不幸来过身。想袂到即摆河米佫有一个63岁男子，有一顿无一顿，腰架寸40公斤，伫个街路边来昏倒，紧急送病院，佫验出着确诊胃着病毒，而且佫有肝硬化，嘛伫个昨暝过往咯。 一位清醒的查甫人坐伫路边，佫需要2、3个人家扶，才有法度徛起来，身体真虚弱。救护人员赶紧甲送去病院，不过这已经毋是头一摆遮尔虚弱，互送去病院。在地林长讲，这位63岁姓姚的先生，平常时无固定住伫倒，常常无食3顿，瘦到敢若剩40公斤，进前伫家落昏去，佫互验出确诊，而且佫有肝硬化。 有时候在别的公庙的地上睡，或是找个地方遮风避雨，这样子辗转被赶来赶去。后来我看情形很不好，我有拜托那个赖议员来关心，赖议员有联络那个社会处。 林长讲，姚先生几啊年前和爸爸做伙来到河米生活，当时佫有稳定的工课，生活嘛过得去。不过老爸过身了后，开始无所在住，嘛去做功夫安置住所。一直到最近，伊身体状况实在伤歹。22号，社会处人员要甲安置，佫替伊做一摆健康检查，所以因为病情的状况实在伤歹，伫暗时宣告不治。因为他身体状况肝方面有一些疾病，所以他在6月初住院了一段时间。那这次出院以后，他终于答应要去机构了，真的很不幸，我们也非常难过。消委处强调，真遗憾，伫姚先生答应要去机构安置的时，却因为病情恶化，已经离开世间。嘛，呼吁民众若是有发现类似的案例，会使赶紧通报，会有专业单位、各有机构来帮助这个艰苦人渡过难关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